談天說地，節節求真，歡迎大家嚟到咧。今日係2026年嘅1月6號嘅玄學活字典。咁由今集開始咧，我哋就講一個新嘅主力題目。咁就介紹一本咧就冇一個中國人唔識嘅書，就係通勝啦。咁咧就由第一集講通勝開始啦。咁我哋就先講一講咧，究竟通勝個源流係點樣嚟嘅咧？佢個名。嗱，咁啊，其實通勝咧，現代人就叫通勝啦。咁啊，其實咧喺以前嘅皇帝咧，佢哋就叫做曆書或者叫做皇曆。咁就由國家即係皇帝咧，就叫呢一個欽天監，其中一個即係佢哋嘅天文學家嚇，即係掌管天文學嘅官員去做編寫嘅。咁啊，由崇禎7年開始咧，呢一本書咧，最後就叫做正名咧，就叫做崇禎曆書。咁啊，當時咧亦都定咗個名，正名為咧叫做時憲曆。時係時代嘅時，憲咧係憲法嘅憲，曆咧就係曆書嘅曆，日曆嗰個曆啊，就係。去到清乾隆17年嘅時候咧，咁啊《儀仗考成》呢本書入邊咧就記載咗，因為當時嘅時憲曆嘅曆字咧就同呢一個乾隆皇帝佢自己本名咧叫做弘曆嘅曆字咧，嗰個音係同字同音嘅。咁佢就為咗要避諱啦，就即係唔可以用皇帝用嘅名相撞，所以咧就將時憲曆咧就改名為時憲書。咁啊，去到道光呢個第24年嗰陣時咧，《儀仗考成》入邊咧有本續篇咧就修訂咗時憲曆咧，就叫做癸卯元曆，又改咗名咯嚇。即係其實佢經歷過好多次嘅改名嘅。咁啊，去到清朝末亡啦，咁啊沿用到癸卯元曆咧就改為咧叫做民國3年嘅時候咧，就依據北京嘅時間。就喺一個叫做一本書嘅入邊咧，就講咧就叫做《新法天文下曆》入邊咧，就將呢一個曆書咧就更名為近代癸卯元曆。好啦，去到民國18年又改咯，咁啊中央天文研究所咧就覺得咧就應該要跟翻咧中原標準嘅時間，即係所謂嘅東八區啦。就刊行咗一本咧，就叫做民國19年嘅民曆。咁後來咧，到民國所採納嘅就一路沿用到咧，就去到1951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咧，佢有本書咧就叫做《中國天文年曆》，又喺呢一個1959年、1984年同1986年咧多次修訂過。最後咧時憲曆嘅萬曆年咧，即係。最後就俾人哋咧統稱為咧，俗稱為做紫金曆啦。咁啊，即係其實佢沿用咗好多代，改嚟改去都仲有一個字係一定唔會改嘅，無論佢叫乜都好啦嚇。嗰個早晨世癸卯年又好，佢喺邊一個地區叫做紫金山嗰度定嘅就叫紫金曆啊。咁啊呢一個。崇禎帝嘅就叫做時憲曆嚇，咁啊唔好理佢咩曆啦。咁啊最重要咧就係佢係一本曆書。咁其實曆書嘅內容咧，以前主力咧就係咧每一日咧，佢係包括啲咩日子啦，佢有啲咩好嘢啦、唔好嘢啦，佢係屬於乜嘢嘅五行啦，又或者係適宜做啲乜嘢忌，做啲乜嘢，佢有啲乜嘢凶吉凶星咧，呢個先係重點嘅。咁啊，所以咧就一路沿用到落嚟咧，個民間咧有好多改加插咗嘅。咁下一集咧，我哋會講下咧佢嗰啲內容嘅有啲咩唔同，咁啊同大家分享。咁今日咧就好多謝大家嘅收睇。咁啊下一集咧，我哋玄學活字典咧再見，拜拜。